在各位观众的右后方入口，也就是我的左前方，有一个弘道祠。弘道祠所奉祀的是对于大台北地区教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先儒。目前台北孔庙的弘道祠内只奉祀一尊神位，那就是清朝的大台北第一名儒陈维英老师。陈维英举人，他一生作育英才无数，因而被尊称为陈老师。大龙洞这附近有老师里，有老师府，都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老师。陈老师同时也是清朝时期大台北非常重要的本地诗人。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陈老师淡北八景诗第3首的《泸州泛月》。淡北八景呢，是指清朝大台北地区的8大美景。泸州泛月描写的是隔着淡水河对岸的泸州。陈维英老师认为，在泸州乘着小舟赏月，这样的美景可以像苏东坡一样泛舟赤壁。最后一句讲的载得满船载得月明归，归途把月光装在满船，带回家好好的品尝，余韵无穷。我们邀请到杨维仁老师来为我们吟唱陈维英老师的《泸州泛月》，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。泸州泛月，清陈维英老师作。奏歌渔唱泛湘辉，两岸落花水似围。此地风光真赤壁，满船载得月明归。奏歌渔唱泛湘辉，两岸落花水似围。此地风光真赤壁，满船载得月明归。